屬豬嘅朋友今年同太歲係暗合嘅，咁逢係有暗合咧，都係代表咗整體嘅運勢唔會太差嘅，咁都係算係穩定嘅。咁另外身邊咧會出現一啲嘅貴人啦，咁不過始終都係因為暗合嘅情況，咁所以呢一啲嘅貴人咧就唔會太過明顯嘅，咁需要自己多啲注意人際關係啦，咁貴人先至會自然出現嘅。咁至於財運嗰方面咧，今年就一定會比舊年係好啦，咁工作同埋賺錢嘅機會咧都會多一啲嘅。咁反而咧，佢哋就有3個月份需要注意啦。咁就係農曆嘅正月啦、農曆嘅4月同埋農曆嘅7月。咁咧呢幾個月份咧，對於屬豬嘅朋友嚟講，個運勢係會比較反覆一啲嘅。屬豬嘅朋友今年吉星咧就有月德星同埋暗祿嘅，咁都係代表咗可以解困同埋解決嘅意思。咁另外亦都有逢凶化吉嘅作用噶，咁都係對工作上高啦同埋學業上高咧會有得益嘅。咁雖然咧今年係賺錢機會會比較多，咁但係始終咧都有2個凶星，咁就係包括咗有劫煞同埋小耗嘅，咁佢哋都係代表咗容易受到朋友拖累而破財，咁所以咧就需要特別小心遇到一啲借錢唔還嘅朋友啦。嗱，凶星咧仲有一個叫死符嘅，咁啊代表咗容易患有一啲小毛病啦，咁所以咧就要特別留意翻下身體嘅狀況啦，咁尤其是咧就要保持翻下有規律嘅作息時間，咁啊唔好成日捱夜啦，令到個抵抗力下降嘅。針對今年破財嘅機會比較多啦，咁所以咧就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，喺屋企嘅東北方擺放一個玻璃嘅花樽啦，咁而且咧就入2/3嘅清水，咁記得定期更換啲清水喎。咁如果你嘅東北方係屬於大門嘅位置，咁就可以鋪一張湖水藍或者係藍色嘅地氈。咁如果你嘅東北方係屬於睡房呢，咁就可以多用一啲湖水藍啦、藍色或者係波浪紋嘅床笠被鋪等等嘅嘢㗎。另外，今年嘅正財位係喺正南方嘅，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呢一個嘅位置擺放一把風扇，咁而且可以多啲開動啦，咁愛嚟催旺翻自己嗰個財運噶。